有一台载太阳能都能柜的货车顶一仔伫后尾交流道冰车，因为这只货柜内底载真侪锂电池，就烦恼讲安尼大力弄落了后会产生反应。厂商嘛建议讲，先唔通甲叮当，唔通甲刷。结果昨透早，一只货柜就火烧，一直到昨下晡2点外，火才拍花。到暗头的时，消防局佫赶紧伫现场转水降温，就惊火佫倒起来。消防署是表示，目前这款物件是无甲列做公共危险物品，也过未来会含相关单位来研议，看要安怎应用甲讨论。火位冰倒去的火车后壁冲出来，消防人员用机器人水枪一直甲火车喷水降温。这台载太阳能都能柜的火车，七日中昼伫云林虎尾交流道路口冰车，因为规车拢是磷酸锂铁的电池，数量有3000多粒。消防人员赶到现场警戒，不过也是爱离较远的。里面有8组的那个除人柜。除人柜那大概容量是大概3000度，受到撞击之后会产生一些化学的变化那会有一些热能的产生，就是事故嘛，车辆事故嘛，对，就是我们那个电池。对，我们还在评估。消防局初步了解，这台货车载太阳能都能柜，要为台中路南去分科工业区，不过煞发生冰车意外，因为锂铁电池若是弄到，有可能会激烈热反应，国家受损的状况不明。厂商建议卖刷车，初七透早就火烧起来，烦恼甲水会佫产生化学变化，互消防人员真头痛。他也不希望用水来做灭火，因为本身也怕发生爆炸。那也就是让它磷酸这个锂铁的部分直接自然反应燃烧完毕，那我们做周遭的一个防护。消防局表示，火伫初七下晡2点16分发起，不过都连柜温度也是有100度左右，到尾嘛也搁伫现场待命，搁喷水降温，避免又搁倒起来。这件事故互虎尾交流道周边道路封路超过24点钟。这种的都连系统会用公路运输，是因为无伫消防法的规范内底。锂电池这个是一般市场流通的一般性商品，那事实上它已经是一个成品了，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它是没有办法，就是并不适用我们消防法里面的公共危险物品。消防署表示，依照目前法规来看，这批电池互人当作一般废物，未来除了会甲相关单位研究加强规范，也甲电池类的救灾纳入抢救甲安全指导原则，减少产生其他灾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